高雄市有2个国中生甲U拜对公园的楼梯顶摔落去，U拜公司已经去报案，要来追究破坏U拜的责任。学校是表示讲，若查证是因学校的学生就会通知家长，嘛按照规定来处罚，搁来加强教育甲辅导。 2个查甫囡仔将 U 拜克直接对小港大白顶公园的楼梯顶悬甲摔落去，2台车都安尼摔甲乒乒乓乓。囡仔感觉好耍，搁录影片放去网络，有网友看到这段影片，甲转辑落来，讲疑似是小港区某一间国中的囡仔。对此校方表示，正在积极查证当中，若确定是因的囡仔，会照相关规定处罚。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去了解他的真实的 状况，然后联系家长、学生个别的辅导嘛，然后就是跟他们讲那一些法治教育的问题，在校外的一些异常行为会以妨碍校誉的方式去做惩处。 这2台互囡仔当作佚佗物的 U bike， 其中1台是电扶车，亲像安尼正式倒刹，真有可能会致使电池爆炸。画面内底2个囡仔完全唔知通惊，将危险当作趣味。U bike 公司讲将会追究相关责任。影片中的行为呢，除了已经违反我们的会员条款，那它也已经就是公然的处罚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会去检视这个车辆的一个毁损状况，然后来跟民众求偿。为本分局将依据影片之内容，主动联系 U bike 公司。 询问是否提出回属告诉，依法侦办。U bike 公司讲，因为一套管理做法会当找出破坏者，而且大家爱惜物件，唔通超过伊破坏，避免违法影响到别人的权益，也造成危险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、高阳昌报道。